今集我去咗九州野生動物園，近距離接觸唔同嘅動物，去咗一間隱世嘅燒烤店，仲會去埋九重夢吊橋高空睇靚景，最後仲開箱埋紅本市星野集團酒店。希望大家中意我嘅影片，睇到最尾訂閱我嘅 channel 啊 ！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 Macy 美斯。我哋到咗九州自然動物園，入園嘅票價係成人2600 yen， 小童係1500 yen。如果大家都想坐呢架叢林巴士餵飼野生動物，記得落車之後第一時間去案內所啊！因為網上暫時只可以預約到平時下午嘅門票，其他時間就要即場買飛。票價係大人同小朋友都係1500 yen。我哋嗰朝早10點半左右到，上晝嘅飛已經賣晒。架車個時間唔啱啊，好多人都坐呢架車。而家翻過去上車入動物園啦，終於正式入園啦。由呢度開始就係進入野生動物園嘅地帶。一入到嚟嘅感覺同平時行開嘅動物園真係好唔同，個空間感啊好闊，好似去咗非洲大草原。入去冇幾耐就開始見到好多山羊，有幾隻啊仲喺車側邊行過，完全唔驚人。不過都要提醒大家，為咗安全，全程係禁止開槍㗎。大家睇下隻棕熊，佢好似同管理員傾緊偈咁。好似喺度問緊今日幾點鐘放飯啊？我好肚餓啦！我哋當其時都覺得好好笑啊！其實呢度都好值得過嚟，睇到好多唔同珍貴嘅動物喺大自然生活。大家又會唔會想親身過嚟啊？感受一下呢份大自然。我哋用咗45分鐘左右就睇完野生動物。除咗坐車睇野生動物，行到園區另外一邊仲有啲比較溫順嘅小動物，好似迷你馬，大家仲可以買紅蘿蔔餵佢哋㗎。另外呢度都有其他好受歡迎嘅互動區，可以近距離接觸小動物。呢度仲可以同天竺鼠有親密接觸。而家可以擺喺我哋大髀度，可以摸佢嘅，不過咧就唔好捧起佢咯。好得意啊！我哋入到嚟呢度咧係袋鼠區，哇！好大隻㗎！我哋呢度係冇籠㗎吓，我哋係企喺佢隔離嘅。如果大家鍾意同狗狗、貓貓玩，呢度仲有付費專區可以入去同佢哋玩，收費係500 yen 20分鐘。由刺激嘅野生園區到療癒嘅小動物互動，九州自然動物園每個人都可以揾到自己鍾意嘅嘢，好有驚喜啊！玩完動物園之後，我哋就揸車行咗一段山路，10零分鐘左右就到咗啦。嚟到呢一間喺山入面嘅隱世燒烤店，環境真係好清幽啊，完全避開晒人潮。定食方面，佢哋係有牛同埋雞嘅定食，不過嗰日我哋過到嚟1點半左右，都已經賣晒牛嘅定食啦。雖然食唔到牛，但呢份雞一上台都令我哋好有驚喜啊！除咗有主角雞肉同埋一盤勁新鮮嘅蔬菜之外，最特別係有個半熟雞嘅刺身，同埋仲有一碗熱辣辣嘅麵豉湯。另外仲有一碗好似粥嘅料理，喺呢個咁凍嘅冬天飲落去啊，真係好暖胃啊！餐裏面仲加埋有呢一個味噌。呢個係撲葉味噌，係俾我哋撈飯食嘅。撈飯食先。嗰啲味噌咧係甜甜地嘅，佢炒完咧好香啊！咁跟住我試埋嚿雞，試下少少味噌加埋嚿雞。呢個同燒烤嘅味好夾，同埋啲雞肉咧好有彈性啊，有雞味，好好食。
如果大家都中意揾一啲隱世地道美食，又中意食燒烤，我會推薦大家過嚟食啊！店家詳細資料我會放喺描述欄。不過大家想食牛嘅定食就要早啲過嚟。食完飯之後，我哋就開車去到下一站九重夢大吊橋，係全日本最高嘅行人吊橋。我哋揸車過嚟嘅時候，天氣已經開始變，仲開始落緊雨雪添啊！但係個氣氛圍繞住嘅感覺，成個按內所同埋停車場都好似有一陣白茫茫嘅紗咁圍繞住，成個景色變得好靚。過橋之前記得購買門票啊！成人係500 yen， 小童係200 yen。雖然又大風又凍，同埋又落住雨雪，但係我哋都好想行出去吊橋睇下出邊嘅風景。行緊呢條橋嘅時候，大家可能未必估到。其實我哋腳下邊離溪谷係有成173米高㗎，喺橋嘅中心係可以360度睇晒周圍嘅山景。如果天氣好嘅時候，仲可以好清楚咁望到日本百選之一嘅震動之瀑布。估唔到去到橋嘅中心仲有工作人員駐守，真係令旅客好放心啊！我哋大概用咗15至20分鐘左右就行到嚟橋嘅另外一邊。如果大家都想留個紀念，就記得去售票處攞張紀念原紙去蓋印啦。呢度係一年四季都有唔同嘅景色。如果俾你哋揀，你哋又想邊個季節過嚟行下？記得留言話俾我知啊！睇完九重夢大吊橋，我哋即刻開車向熊本市出發。由大分縣開咗2個鐘頭車，終之到咗熊本市中心。今次我哋入住呢間酒店係星野集團 OMO5，即刻帶大家睇下。一入到房就覺得呢個房間係小高層式嘅設計，好特別，鋪咗榻榻米，上面仲擺放咗2張厚實嘅床褥，同平時就咁擺2張床嘅設計好唔同啊！呢度嘅設計就非常之貼心，住酒店就最怕冇地方擺嘢。除咗有一個長嘅書台，呢條長形嘅櫃圍繞住大半間房。由窗下邊經過電視延伸返去洗手盤，連成一線。無論你係要放啱啱買返嚟嘅戰利品，呢度都有足夠嘅空間俾我哋擺啊！基本嘅杯同熱水壺都有，洗手間嘅日用品就可以喺大堂攞。雖然房間嘅空間唔大，洗手間方面都係乾濕分離，座廁都係日式嘅免治馬桶。淋浴間嘅用品都齊備，基本嘅設備好似格幔啊、雪櫃都一應俱全。有2個充電插頭就喺床頭嘅兩邊。我住呢一間房望出去嘅景觀係好開揚嘅大街。我住呢一間房嘅感覺就好舒服。我哋喺旅遊平台訂嘅時候大概係800蚊一晚，但係都要留意返唔同時間、唔同季節，價錢都會浮動嘅。其他設施方面亦都設有洗衣房喺大堂樓層。嚟到大堂，我就俾佢呢個咁有設計感嘅同埋木系嘅感覺吸引住。成個空間非常之闊落，落地大玻璃配合嘅感覺好舒服啊！由大堂嘅開放感，以至到房間嘅設計，成間酒店嘅每一處細節元素，都絕對係星野集團一貫嘅風格。酒店係坐落喺熊本市一個新嘅商場3樓樓上。樓下就係下通商店街同上通商店街，係熊本嘅購物街，有藥妝同埋便利店。酒店隔離又有百貨公司，所以呢個位置係超方便㗎。
酒店門口出邊大街就係通丁根，有電車同埋巴士站。呢條街仲可以影到熊本城㗎。由酒店行過去熊本城大約係10幾分鐘左右步程，所以呢間酒店嘅位置係超方便。不過要提一提大家，酒店係冇直屬停車場嘅。我建議大家可以喺酒店樓下落咗行李先，再去泊車。酒店附近1、2條街都會有唔同嘅停車場嘅。總結返，呢一間酒店，我係住得好舒服，地理位置同埋購物係相當之方便。資訊我會放喺描述欄，睇下大家下次嚟熊本玩又會唔會揀呢一間酒店住？記得留言話俾我知啊！九州之旅仲有好多精彩嘅景點，如果你哋錯過咗我嘅 EP1 由布院、金輪湖同埋美食，記得收睇返啊！多謝大家收睇我今集嘅分享。如果大家鍾意我嘅影片，記得俾個 like 同埋訂閱我嘅 channel，仲要分享埋俾朋友啊！多謝你哋嘅收睇。